牛奶盒子，我覺得非常之值啊！你話今時今日拎隻金鐘式馬仔唔使4-5萬蚊嘅，有幾多隻袋款揀？你話俾肥肥聽。今日肥肥俾多其中一個選擇你啫，好冇？嗱，呢個牛奶盒子有使用嘅痕跡啊 ，OK， 4角輕微嘅，你每逢一啲盒型嘅，佢4角第一時間都會係有使用嘅痕跡，但係我哋講叫做外觀上攞最佳外觀獎啦，講真，見唔見到？銀扣狀態亦都係緊緻亂滑嘅，上手效果專櫃講緊6-7萬蚊嘅貨，今日你用33分之一嘅價錢，你帶咗佢翻屋企啦。出邊一隻金鐘牛奶盒20，起碼收你4萬蚊，但係今日我唔需要呢個價錢，2萬零蚊啫。形狀見唔見到？非常舒服。呢一隻仲要唔係 Swift 皮啊，咁多位 OK。嗱，呢一隻亦都係全成皮嘅 Effort Color。Effort Color 有啲咩好咧？唔重，有皮紋襟刮，仲要講緊個形狀比 Swift 皮更加立體。手臂見唔見到？輕鬆做翻，喂，會唔會有埋條帶啊？今日做得俾你哋嘅，咁當然有配件，有埋斜孭帶嘅 ，OK。我孭出嚟俾大家睇，你知唔知道？我上網揾資料嗰時咧，我見到有位男士用一隻大象灰26，佢嗰時係花緊7萬幾蚊買翻嚟㗎，其實都型㗎。我想講唔輸俾你 Lindy， 唔輸俾你2424㗎。咁當然見唔見到成個狀態？你加個內袋，嗱呢個同大家講聲先，呢個位置咧有上手客人嘅親筆簽名啊！呢個位置。呢個位置604蚊俾我幫你搞掂佢。但係你話喺入邊嘅唔介意嘅，唔影響正常使用，唔做都得。OK， 今日呢一個布帶見唔見到？去到差唔多4cm， 我幫你度一度先。唔係啊，5cm 都嚟緊嘅。哇！一聽到5cm 嘅闊帶一樣嘢嘅啫，孭出嚟個膊頭唔會痛啊 ，OK？ 你最緊要用手都係嗱，我而家入邊冇嘢嘅。乜嘢叫一個形狀靚嘅牛奶盒子咧？第一唔坍塌，第二食到型，第三勾埋條帶落去 ，OK？ 見唔見到？大方得體。今日有冇拍反？想買一隻無限接近 A 嘅 AB 扣啦。佢係入邊有個簽名嘅啫。今日你買到隻絕版牛奶盒仔，仲要係金鐘式嘅，我相信大家20cm 啊，呢個想揾嘅 Two Box 20cm， 日本拍賣場係長期揾呢個款。你知唔知道？眯埋眼啊，36,700蚊啊，去到日本。今日放漏價一隻，有冇拍粉？有興趣？有皮扣。有鎖匙，雙鎖匙有鎖嘅。呢一隻係一隻16年 A stamp 嚟嘅，應該係冇錯 A stamp。有冇拍粉？有興趣？有嘅話，牛奶盒子加一，牛奶盒子加一，俾埋一個非原裝嘅內袋你，俾埋一個皮穿扣你，扣連鎖匙，輕易係。LB 轉頭介紹俾你嗰隻馬眼，有塵袋，有內袋，有鎖，有鎖匙，有帶。今日你要揾到隻為齊配件嘅牛奶盒仔，仲要係金鐘式，仲要係20 size， 難能可貴。因為佢已經絕咗版，中古市場、二手市場買一隻少一隻，賣晒就冇㗎啦。我哋叫做緣分的天空。今日啱啱喺我哋呢個叫做7月20號9點23分嘅呢一刻，有冇拍粉？有興趣？想擁有佢嘅，有興趣嘅，幫肥肥打個20+1，幫肥肥打個20+1。你咁樣成套拎出嚟，我淨係手拎啊，我淨係個感覺啊，
買到個金鐘飾，買到個馬仔，喂！多謝你 Iris 係咪新朋友？今日肥肥俾個嚇親你嘅價錢，好冇？嗱，出邊金鐘飾20，最少啊4萬幾蚊。今日我哋在心中唔使講嘢，好冇？係入邊有少少我哋叫做痕跡啫。你話喂想整埋佢，俾多640蚊，我哋自己嘅維修工場入邊幫你補一補色，翻身就得㗎啦，好冇？今日交叉 cat 387，交叉 cat 387，5萬、6萬、7萬唔收你，4萬8、4萬7、4萬6太貴，直接平多1萬，3萬8射程範圍啦。Iris 因為你姓蘇，今日平多1萬蚊俾你，2萬8蚊都唔收你。交叉 cat 387，2萬6888蚊。你今日有呢一隻，我夠膽講，呢個香港入邊買一隻少一。